心靈雞湯之一輩子太長了。網絡文章。媽媽喺離婚嘅時候講咗一句，佢話一輩子太長了。爸爸同媽媽離婚就係因為爸爸向媽媽養嘅蘭花盆裏邊彈一啲煙灰落去。我媽媽係嗰一種落樓倒垃圾都要穿戴整齊嘅一個精緻嘅女人。喺我12歲嘅時候，佢同爸爸離婚，就係因為爸爸喺佢養嘅蘭花盆裏邊彈一啲煙灰落去，抌一啲煙頭落去，多次勸阻無效。嗰啲親友嚟規勸佢啦，媽媽只有一句說話，佢話他人很好，只是不能夠一起生活。外婆好嬲，鬧媽媽，佢話你就是書讀得太多，事兒就多了。喺外婆嘅眼裏邊，佢嘅女婿高大英俊，賺錢孝順顧家，反而係個女任性自私，唔考慮孩子同埋父母嘅感受。佢亦都好難理解媽媽鬧爸爸嘅嗰啲唔中意沖涼啦，衫同埋襪亂咁抌啦，食飯狼吞虎咽啦，好忙唔得閒陪佢啦，唔記得佢嘅生日、結婚紀念日啦。外婆話嗰啲邊度算係毛病啊，個個男人都係咁噶。我現在仲記得媽媽帶我離開曾經嘅嗰個家嘅時候，流住眼淚同我講，希望你能夠理解媽媽，一輩子太長啦。喺我16歲嘅時候，繼父出現，佢個人唔係好高嘅咋，相貌平平，但係成個人睇起嚟乾淨清爽，笑起嚟好溫和。我對佢竟然冇排斥感。佢會為媽媽買嘅花花草草換上漂亮嘅花盆，幫媽媽新買嘅嗰啲台布配上咗新嘅盤同埋碗筷，為佢嘅紅色連衣裙揀一對乳白色嘅皮鞋，幫我用鐵環勾住嘅幾把鎖匙換一個漂亮嘅鎖匙扣。佢會拉住媽媽嘅手一齊去河邊散步，睇夕陽，睇日出，去濕地公園拍攝花鳥，講俾佢聽每一種植物嘅名同埋故事，然後帶幾條跌咗落地下嘅樹枝翻嚟，翻屋企之後咧就插喺一個古樸嘅花瓶裏邊，擺喺我嘅書台上。媽媽中意研究菜譜嘅噃，每一次佢隆重推出新嘅餸嘅時候，我嘅繼父咧就會拉我一齊，首先兩個都要朗口，跟住衣着整齊，好端正咁坐喺餐台前邊，模仿美食家一樣，喺媽媽期待嘅眼神之中，由色香味嗰度開始去點評，令到媽媽開心到不停咁笑。繼父仲係一個過節狂，因為佢話生活就應該係有年有節，有時有令嘅，咁樣歲月先至會有層次感。不同嘅節日，佢會有不同嘅禮物同埋慶祝嘅方式。佢會帶我同媽媽喺時令交替嘅時候去大自然嗰度行下，因為一定要睇住時光嘅交替。有一次媽媽病咗啦，住喺醫院度，我去醫院見到媽媽嘅床頭放咗一束百合花，一啲水果切成咗一小塊，放喺乾淨嘅淡綠色嘅瓷碗裏邊。繼父坐喺床邊，為媽媽旁若無人咁喺度讀書。隔籬病床嘅阿姨就側住頭，好羨慕咁望住佢哋兩個。呢個時候，我忽然間鼻子一酸，卒之我理解咗媽媽嘅嗰一句：一輩子太長了。係真嘅，一輩子太長，唔好將就。假如一個人同另一個人喺埋一齊，只係為咗生活，而生活中冇節日、冇驚喜、冇感動，又冇浪漫嘅，咁咪即係大家只不過係搭伙過日子咯。呢個故事非常之感動，
一輩子真係太長，需要互相鼓勵、互相關懷，製造生活嘅情趣，先至可以共同度過一生嘅。弘一法師的智慧箴言：人生沒有什麼不可以放下。一、關於失去與傷害，不要害怕失去，你所失去的本來就不屬於你，也不要害怕傷害，能夠傷害你的都是你的劫數。儘管失去與傷害令人心痛，但係我哋不妨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喺呢件事裏邊對我有咩成長同埋啟示，我得到啲乜嘢禮物呢？於是你就唔再係一個受害者嘅身份啦。二、關於放下，一念執着萬般皆苦，一念放下便是重生。我哋經常因為執着於某一個人、某件事或者係某一個想法，而陷入無盡嘅痛苦同埋掙扎裏邊。三、關於控制，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實都控制了你。當你什麼都不要的時候，天地都是你的。呢句說話提醒我哋，過度嘅控制欲只會令到我哋成為欲望嘅奴隸，越係控制，越事與願違，只會令你更加痛苦。你只要話我不要了，咁你就解脫咗啦。四、關於遇見與離開，遇見是因為有債要還，離開是因為債還清了。前世不欠，今生不見，今生相見，定有虧欠。呢句說話揭示咗人與人之間嘅相遇同埋離別，都係因果輪迴嘅體現。有位姑娘同我分享一段戀情，佢話同男朋友分開之後，佢就覺得自己活不下去啦。我就話，係咪真係咁啊？其實你只不過係懷念同佢一齊嘅感覺啫。佢嘅離開與否，並冇真正影響你嘅生活。你嘅工作獨立、經濟獨立、生活獨立，你仍然可以好好咁做翻你自己。佢話我都係想不通，諗起好多事情就難過。我話實在想不通嘅，你就當係上一輩子欠佢嘅，呢一輩子償還咗啦，咁咪得咯。關於爭辯，不爭是慈悲，不辯是智慧，不聞是清淨，不看就是自在。有時我哋因為少少事就情緒激盪，嘈到面紅耳赤，事後諗下實在冇必要啊。人生有好多事情真係冇必要，話俾自己知冇所謂嘅，冇必要嘅，唔值得嘅。關於因果，你要允許一切發生，允許自己行錯路，允許自己睇錯人，事事皆有因果。你要喺因上努力，果上隨緣。呢句說話話俾我哋知，人生冇絕對嘅對錯同埋好壞，與對方抗爭，結果只會更加苦不堪言。正如弘一法師所講，人生沒有什麼放不下。弘一法師亦都講過，人這一生不盡人意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你總不能一直難過下去吧？試着讓自己安靜下來，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生活自然會把該給你的東西，在合適的時候一樣一樣都給你。好的人生不慌不忙，只要在變好，慢一點也無妨。無論人生多苦，熬過去你就會苦盡甘來。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伴情深。沒有誰的人生是一帆風順的，沒有誰的人生是無怨無悔的。不管人生的路有多坎坷，有多麼曲折，都是會過去的。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潰，但不能夠喪失治癒的能力。世間萬物都在治癒你，唯獨你自己不肯放過自己。渡人是一種格局，自渡是一種能力。
心可以遂，手不能停，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在崩潰中繼續前行，這才是一個成年人應該有的修養。別人只會安慰你，走出來的全靠你自己。世間非淨土，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難。人生本來就需要承受，誰的心裏沒點故事呢？比你過得苦、過得難的人比比皆是。你的那點小困難、小痛苦，在他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人最傻的行為就是着急要結果，得不到便又急又鬧，殊不知老天的安排比你自己選擇的更加好，更加周到。最好的往往都是在最後才出現。花有花期，人有時運，只要在變好，慢一點又何妨？煙火人間，各有各的遺憾，只要今天比昨天好，這不就是希望嗎？不必焦慮，因為每一個人的花期都不同。不要羨慕別人提前擁有，你只需要靜靜地做好自己，默默努力，屬於你的花期終於會到。你要相信上天一定把壓軸的好運給你，這才讓你經歷現在糟糕的日子。凡事發生皆有利於我，你所經歷的磨難都是上天對你的考驗，都是為了把更加好的東西給你。磨難過後必有大福，苦難過後便是福報，所有的美好終於都會屬於你。